错风若是歹的眼睛，伊建议留去跳街。天天加油不去铁架，感受都市各种的存在。兄弟的几行差最暖满意，脱下披衫的西来爱去来比，现在人讲世高涨海黑伊，敢拥有了爱情。红灯前停下了脚步，停下偏你路路。用下短短枪弹作戏，咱哋大家一样心情，路人甲伊行同样的路，伊劝世学生狠狠听念书，摕奖牌下看无阳光的伊，爱依旧的电台。嘿，我爱一杯银色你，我走上婚姻，让我思念色了满心，穿很复杂的你，不用爱心事，告诉娘不知，用最自然的梦想。其实我和老太太讲，其实也听阮朋友的，人会变到哪啊？哎呦，方姨啊，你阿天面老太家几十个啊哈？夹同事总好做伫用迄夹万元啊，迄无？其实无因为安样，就唔差几些末啊。阿甜，迄位着几只生妹掌管机的。错，为了夹新的女朋友。姐，莫会欠啦，阿甜莫非夹天发，就当有生意的啊。当有生意散笔哦，总嘛唔直接讲较夹。啊，直接讲，直接讲，佢减法要爽到人啊！佢生妹脸皮较薄咩，係嘛？唔做伊记，总嘛还答人家，紧爱咧。姐，你迄夹女朋友呢，做买老人家教啦。要还迄老几听讲法哦。哪有啊？人迄就事论事啦。阿甜又唔迄正经请配个生妹，万年唔伫佢讲啊，佢哪可能做出对唔起人的事情？佢讲来，啊，唔系啦，佢为爱佢所讲心情坏啊。佢就行较做唔得老朋友搞暧昧啊。哦对咯，佢冇老朋友搞暧昧哦，阿莫，你是有好叫咧。讲啊，爸，你要发嘛意思啊？冇啊，佢就有人讲咩，泉水流台先等烟咩？你看个写字，当然咯，不是就以前阿甜哦，亲啊亲的，亲啊亲的，虽然讲无关系阿甜妈的事，但是亲久的总会有感情走出来，系冇？错啊姐，阿甜迄真心对唔好的啦。哎呀，冇的呀，冇人讲啦，怎么一只条脑吼，差不多去条路地度，啊样是为了阿甜人落体啦，系冇？迄那样事啊，阿甜最近读到一个当温柔的小孩子啊，啊无顶早起啊吼，就家住一啲的吼。变形就变形啊，佢变形，那就冇一个，看这样子，万年何必啦？哎呦，姐，姐，哦，啊，你这个讲嘛改啦？我讲真的啊。哇，哪有亚种哑巴啦？唉，因为呢，爱情哦，我点点想到方姨啊，老甜啊，我想今日下个后生人哦，谈恋爱，同我都是讲我分数，讲一行讲完。佢种啥蛮好好啊？忙啊，管下个妹咩，硬学，让我讲就讲不谈。这样晒，我学个俩后生人，蛮
该速食爱情。唔会啦，唔会啦，看佢两是同认真，冇可能啦。那咩希望唔会啊？啊，就手机我学骗人，那个速合速分嘛。哎呀，唔会啦，唔会啦，阿田啊，脾气又好，人又老实，叶凤仪啊，做得搞到佢来做男朋友，他敢要当凤仪？佢两三人看起来又按定对，系按样分开，挺大爽的啦。你先不是给你啊，喊你闹呢？当讲个啊，搞变到真的啊，啊，正经的快菜啦。咁冇按样好冇？你两三人，我哋请出来，发给下。啊，你看做何事佬？很，俺因为唔很。当好啊。佢是讲听讲阿田手机关掉，关夜请梦人啊。哎呀，做咩讲？我前一包啊，伊个手机都签去啊。甲同事讲，哦，今日哈，一签多就天天去顺了。因为签是签唔到人，壁虎过行啊，快签么，定点埋伏啊。佢用个啥？用个啥？哎，那有办法嘞。凶的东西。哎呀，叔啊，迄搭阿天的相头怎么改啊？啊，添加人间睇嚟啊！来，使，拿等，哈。你有看到假人啊，天天拿来搞，點啊？要送金哦？因為要送錢嘛。哎，拜託你位啊，睇下連生按多年啦，我送到按清楚好冇？講到馬家都講到錢咧，實在。他们按用功啊！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呢。黑人请宠物就有送金，再讲讲伊黑人呢？嘿啊！阿飛鳥，阿燕呢？你條小開㗎啊！先生沒有搞過哈，我一行一山啊！啥嘢叔啊？迄冇請到阿條，會有危險冇？先生又講，愛釣上空超甲，真正愛釣上空嘅人釣上空。係啊！哎呦咩啦？你真嘢我嘛當拍啊，人就當啲啊！一咁嚴嘅的眼妹，我心肝痛啊！呀，放一心肝痛，要把做行得痛啊！所以阿天甲方宇阿蠻好哦。哎呀！迄前度假年有娘啊！啊，咱只要講好嘅，我已經夾到啦，我係用人咯，心肝痛啊，仲啲哦。哟，安念叔，你行好冇？唔好用樣啊，心肝痛啊！哎呀，安念叔，你莫按用人啊！有某個事情做得老愛講啊，愛老人聽數。唔講啊？啊？可能簽啲啥嘢？阿田，我仲見麼？迄簽到阿田嘛吼，我是為了佢當中啊托西郎嘅條件之一咯。迄份表老小樂哦。係啊！啊，我冇啊，我上喺鳳儀樓記啊。錯，安念叔，唔怕，吼，保對眼神吼。你照顧老愛講清楚點位吼，給阿田嘅特徵有哪些哈？阿天的特徵，聽甲幾個毛修書哦。我咋估的是誒？相片哪去啊？啊，那都裝得要崩啊！穿相片拿嘛？來吧！哎呦呀，阿燕用要想会出啊？就两三年香草，骗人用会出吧？
阮董事人出到歹势哦，就喊他拜讲了哦。哎呀，眼看哦，这阿年说病急乱投医啦。希望阿田老冯已经做得更加功夫。哎呦，这事那记不得啦。哎呦，应该问阿田老房宇，这家结结啦，冲来啊！然后阿水的严家无讲法，亲密清楚有人会显非斯理。Q 咪，安嘿嘿，先费势力，阿嘿阿 Q。哎呦，也无相干，乜人出到歹势就乜人闲啊。我感觉吼，迄阿 Q 啦，因为 Q 咪看起来改变爱人凶吗？总共一句啊，哪有情侣无严家？严家上会伫问题天来啊，经过乐观，总有机会数牵数，行一生人。做些做些。哦。这里怎么有我的照片？难道又是那个女生贴的？可恶！阿天，谁？不要动！我快走！阿天，挨稳，不要！阿天，不要紧张啊！你把手电筒当手枪了。我哪有紧张？我本来就是要拿手电筒，这样才可以照清楚是谁在叫我。不要！文笔嘛。既然你看到了，还不帮我撕？你知不知道，最近有个摆地摊的女孩一直缠着我，她缠着我就算了，还到处贴我的照片，真是太恐怖，太恶劣了。这个不是摆地摊女孩贴的，是谁？是阿元叔。哎呀，你一直避不见面嘛，阿元叔又怎么找都找不到你，所以他就只好贴寻人启事来找你啊。这玩笑开太大了，真是丢人，不准走！为什么？抓到你就等于解决了方瑜的问题。安妮，小乐一定会懂听哎。派 C， 我现在要带你去找阿元叔领赏。那就要看你抓不抓到我了。我打！走！哎，摆地摊女孩哪里？我骗你的。派 C， 为了我跟小乐的幸福，还有你跟方瑜的幸福，我不得不如此。你这卑鄙小人！我要告你袭警！总有一天你会明白，并且感激我的。我走。阿天，我们走。阿天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一切都是为了你跟方瑜好啊。左边还有一点伤，是这样的，等一下，这样嘞，差不多。好，我的10点钟方向有一把美工刀，你不在的时候，我就可以跳过去拿，这样我就可以抢过了。哦，好，谢谢你提醒我。 10点钟方向，不，更正，我的1点钟方向有一把剪刀。哦，哈哈，这样你应该就逃不掉了哈。差不多了。这样的话，我插翅也难飞了。
天，你不要哭嘛，你不要哭嘛啊！这个不要这样，男人总是要面对的嘛。我是为了你跟方宇好，对不对？啊？谢谢你，啊，今天啊，我第一次感觉这么有安全感。知道了，你是被那个摆地摊的女孩吓的，是不是？休，休，别怕，不怕，你不要乱来啊！阿天哈，我希望你不要误会啊，我纯粹是一种我们将来要做连金的心态来安慰你的，请不要误会。谢谢你！哎呦，不要哭！不要你干嘛？谢谢，我知道，谢谢啊，没有问题，不怕啊，谢谢。还找不到阿天呐？会不会是他知道你们在找他，所以故意躲着？哦，不会啊，我们又不是他的仇家。也对哦。啊，还是他跟那个摆地摊的女生私奔了。私奔？你在写小说啊？私奔？阿天就已经很努力在躲着他了，还跟他私奔？难说哦，搞不好他跟你们说一套，做的又是另外一套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他骗我们说他在躲着那个女生，其实……哎呦，其实啊，他是借机会在躲着我们。就黑暗哟。这也不是不可能啊，哈。想当年我跟方瑜他妈妈也是。方瑜他妈也是第三者哦。不要乱说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想当年我跟方瑜他妈妈其实也是骗别人说没有在一起啊。其实我们是在背后偷偷的手牵着手。哎呦，那情况不一样啦。你跟方瑜的妈妈本来就是男女朋友啊，那现在那个女生不过就是一个第三者，情况不一样。阿天哦，这么老实，他应该不会做对不起方瑜的事才对了哈。唉，当一个人啊不想被别人看见的时候，只有他自己才能看见自己。所以嘞，你们放弃劝架了？当然没有啊。阿念叔，阿文变。哎呦，嗨嘛该啦！我亲到阿甜嘞，亲到阿甜，今年都哪？莫讲啥嗨，讲啊！哎呀，俺们唔知3號來運用嘅晒啦，唔掉來看，夾來，炸！哎呀，他已經1個晚上都沒有吃東西了啦！我叫他出來，他死都不肯出來。你們趕快來幫忙，快點，來！阿天，阿甜，唔看啦，迄個指甲冇去照嘅啦。阿甜，放下。阿元叔，对不起，我不行走。走嘛，妹子。这里很安全，如果我躲在这里的话，那个摆地摊女孩就找不到我了。哎呦，阿天呐，就算是这样，你也不能躲在这里一辈子啊！勇敢的面对才是男子汉哦。
拜托，让我躲一下，说不定过一阵子之后，他就不会再缠着我了。你就暗养怕那个女的，你不怕方瑜因为这样离开你啊？方宇，我好久没有打电话给他了。阿天，我看你是不是出来把问题一样一样解决嘛？不行。对呀，你这样躲着啊，倒不如啊先跟方瑜和好。只要方瑜一谅解，你的心情就好多了没？就是啊，如果我是那个女生哦，知道你现在跟你女朋友在吵架，我才不会那么轻易的放过你呢。哇，你们女生有这么恐怖哦？也不是啦，我是在猜那个女生会怎么样想啊，我不会这样做。真的吗？阿天啊，阿田嘛，原本我以为啊，你会是一个勇敢面对困难、愿意为那个方瑜解决问题的男人呢，啊！结果我错了，枉费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有 gas、有肩膀的男人，骗戏耶！等一下，好，我愿意为了方瑜赴汤蹈火。我就知道你不会让我们失望的啦。你看啊，艾元叔跟阿兰姨哦都这么样挺你，怕什么？加油！谢谢各位，我不会让大家失望。这。阿妹，这么暗都菜条啊？哦，你们懂好生咩？妈妈礼拜买东多哦，做了是一个礼拜呢。伊啦，阮是咧只饼好的啦，应该无菜头。该菜条饼。哦，阮以前的孙妈甲来拢教啦。是啦，我等一下要去小乐那边还书，等下我就来写。我没有去。我要提一本书，小乐替我打电话来讲，做等于哪里啊？安尼我通天书啊，马个书。马个书啊？他其实没有这么喜欢你。我爱讲那本书啦，畅销书哦。哦。看，俩，还有俩，我就安尼好看无？看。因为想要做亚洲的sản婦啊。嘛个迄俩种衫裤啊，我种是唔得看得迄么？唔係啦，迄個無看講做按樣較 lady 的衫褲啦。較 lady 的衫褲，安尼我做安尼安 lady 好看無？迄好唔好看的問題，就無搶唔嚟啊。我要按樣知道呢。像哦，哎呦，我真的那么没有气质吗？来做嘛个？我就通过，我要通假书上去了啊。不過提白恩你唱會強下來啊。講，你因為愛講機係花心大蘿蔔，就係唔歡喜，愛咱配心你啦，歹勢啦，愛唔係跳跳的婚安樣的啦，冇啦，騙你，冇事情，怎會面球球嘞？係啦，係干伊，該寫下來，他就送我回家啊，我都問佢講，迄種伊愛咧紅啊。佢都講，愛種講乜解啊？他說我溫柔嫻淑又文靜。佢聽那篇看出溫柔嫻淑又文靜啊？錯啊，愛嘛唔知啊，他是在講我媽吧？佢做伊阿媽？唔係啦吼。我迄種安尼佢都唔知我正經向人上嘅人咧啊！小倩，你覺得這樣我還要繼續跟他在一起嗎？你愛看係唔係正經當做自己啊？
当然啊，我都让他送我回家了。哦，这就会中医咯。是讲真紧当中医机，工业为去改变，安样你应该袂会当痛啊。真唔系咧，人家喊伊去跳楼，唔爱去嘿。姐，那有按洋葱？我讲真的啊。爱是为着对方改变自家，假使佢真正中意我，佢真唔会当。迄个行迄爱，happy 行迄笑，古说佢哪会当做乜嘢啥啊？系啦，有道理。就创有条会说来的，最后因讲当爱唔过，你很易话以前睇在什么诶？佢就冲爱咁样样诶，死都做唔到。姐，阿田唔系遐种人啦。我又没得到阿田，阿田，佢一喊伊只现来，就唔对。你还人来讲到佢哦？姐，姐。爸，你用压哈转啊？我都反正唔记得啦。哦，应该喺眼門當錯，因為醫生啲啊戳上戳下，有冇留意啊？我欢喜啊。歡喜。冇呢，哪有啊？可能是冇歡喜張戳哦。用嚟啊？很多聽下聽哦。做乜得生意都攞嚟講到記啊？唔好亂問啊！阿爸哪有亂摸啊？啊？你爸摸嘅呢？爸會唔知，也是啲都免嘛嘅啊？你下聽說啲嘅免哦，對嘅？是阿田啊？你做乜唔去打電話講啊？啊？我打電話你也唔回，嚇？做乜唔係讀多一番，你就奇怪咧。哪有按娘拖？啊，我拖咪好，好啦，爸，唔好鬧啦。廣東講啊，嘅阿田嘛吼，要當上呢，唔過佢講欠，故說其實冇得錢。講乜個上啊？全係騙人的啦！佢哪有錢啊？喲，唔係咁樣啊，當上機啊，要錢過去啊？啊？好啦，爸，啲當好面子，故說啊，我老約啊，老田講嘢去阿蘭街食飯，好冇？我又冇講，我去食飯。哎呦，冇生，唔愛用叫人下去哦。總要揾啲機會講清楚來咩？幾位講乜㗎？我團得到啦，唔是在談一百。爸咩啲，嘅阿田啦，為到三家細妹啊，甲司機也是關係啦。當然啦，佢處理方式唔錯啊，啊唔過種地用叫對佢安樣啊，啊，冇上做安樣哪個分數呀？就算我老醫生已判死佢，咩想俾食飯，老法講題啦。冇乜個好講嘅啦。黃姨啊，冇嘅啊，佢細細時間唔做我家，把住爛電了喲，佢來世紅要總係阿爸幫你尿布嘅喲，從細阿爸就啲。唔剪頭髮，慢啲，係啲嘢人家睇啦。爸講乜嘅嗬，乜嘅都唔可以談，爸冇效耐啊。
唔讲哎哦。呀，嘿嘿，很好，哎呦，乖妹啊，正妹啊，爸揽呀，来啦，爸爸揽啦，哎，定食下，来。阿兰姨，哎，你看我这样子有没有很有情人节的感觉啊？对呀对呀，哎，没想到我这间小店这样弄一弄，很浪漫呢。还有啦，我还有准备这个。锵锵，这什么？这个啊，是我初恋男友送我的 CD 啦，里面啊有我很喜欢的一首歌，很好听哦。而且什么？你快说啊！而且我记得在我们分手的那个晚上，同一家餐厅也在播着这个歌啦。不要难过了。分手歌哦，好像不太好，不吉利吧？啊，好了，没关系啦，我还有准备。这边这一叠，我在网络上查到的情歌精选哦，据说哦非常的有催情的效果，催情，催化感情啦。哦，思念总在分手后，分手快乐，再会吧，爱人。对不起，不是这张啦，不是这张，我找一下。这个啦。阿兰姨，怎么样？有没有很有 feel 啊？有 feel， 有 feel。最新时尚动词。恁整条诶，哦，整条诶，好笑。唔用嘅啊！要兩支嘛？冇啊。唔用，送都暗用啊。冇看哦。唔係，遐诶做到像公主用诶，那就看唔惯啦。走，可生意啦！手甲落掉诶啊！哦，唔是啦，俺俩妈呢，爱好盖淑女的用，做前面1/3就好了。秋蕾，阿姨，俺想吼，用盖头拿毛，做到安尼，长头拿毛，知冇？知吧？冇問題啊，嘿，做到按講，而且有 feel。俺哋唔會同阿妹講哦。好拿，不過英英啊，真經吃到這家適合廖總嘅打扮哦。安尼就冇好看哦。唔係，另外一種嘅人哦，總想為到對方改變，不過像迄年嘛，拢做較平的迄香香做較高的，唔會共高錢無你偏哦，唔會上大強哦。咁我細奶老細妹，一旦佢識下，就會佢識撇下對方啊！哎呦，唔係當真錯啊！錯啦，Q 咪，迄唔會攏是阿 Q 學識咧錯，結婚前期冇是險的，你嘛都未陪阿 Q 去食麻辣鍋。哎呦，戀愛嘅世界哦，搭訕人就會拿自家親好嘅本人看啊。不過結婚係一生人嘅事，冇強用啦。嘛該冇相款啊，這麼該戀愛的時節都是得配合對方，結婚呢都是唔得咯。暫時嘅改變哦，乜人都做得啦。
但是哦，下礼拜爱鱼哦，逐日做五张海哦，就会哦吃到艰苦的呐。我会骗我老公哦，是麻辣锅，佢咩会骗我哦去王家，人就会爱富商，像系勉强一家去配合对方，按样嘅感情哦，唔会依旧的啦。来了，毛爷，没必要这样吧？进来只看我一眼，然后就坐到隔壁桌，你把我当陌生人啊？天哪，先坐下来啊，坐下来，慢慢说，慢慢说，听我的啊，慢慢说。很聊哈，很聊。要不要点一些东西吃啊？我今天有做那个破镜重圆100年好合套餐。阿姨，谢谢，我吃不下。哦。天哪，你要不要点一下东西吃啊？今天有做那个双宿双飞的特别套餐，要不要？来一颗。不好意思，我没有胃口。今天呢约阿天来了，就是希望呢你们2位啦，好好的谈一谈，把话说清楚，解释一下哈。有话好说哈，慢慢说啊。刚刚有人口气很差，你叫他先改一下自己的脾气，不然没什么好聊的了。阿天呐，方宇我听到了，说我脾气差。阿元树，你知不知道是谁平常像个女王一样高高在上？哎呦，我自己的女儿的脾气我当然清楚啊，那么久了你也应该惯啦，你就少说2句呗。对我脾气不好，可是阿兰姨，你们都不知道，有个人啊，他才难相处呢。有洁癖就算了，做事又龟毛，买个东西都要比较个老半天，我好多宝贵时间都是浪费在等他。听你这样子说，跟我前夫很像，我也受不了。阿姊啊，你来了要看见他功夫呢，没怕油呀。加油，讲讲。重新开始。阿元叔啊，你知不知道，说等待这件事情痛苦的人才是我。有一个人每天都在加班，要男朋友不论多晚都要去接她，把工作看得比男朋友重要。你说这样像话吗？冯姨啊，你有糖豆毛。说我爱工作，我只是想趁年轻多努力一点，不然以后结婚光靠老公一份薪水养小孩，太勉强了嘛。阿元叔，那个人根本就是在嫌我赚的比他少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也不用再谈下去。啊？冯姨啊，你就是小讲良机的啊，给我帮阿甜面子啊。对啊，阿天呐，方宇不是那个意思啊，你不要生气了哈。不过阿天呐哈，
我倒是觉得呢，你可以往好处想，老婆会赚钱啊，对2个人啊以后组织家庭啊会更有帮助的，对不对呀？你说？谁说要结婚啦？像那种会劈腿的人，我才不纳入考虑呢。我没有劈腿，也没有对不起任何人。算了，这件事情我也不想再解释。你们有没有不要再帮我说话了。反正只要有人个性一来啊，说什么都听不进去。方宇啊，你听阿姨一句话啦，我们做女人的有时候要软一点，反而不会吃亏。对啊，虽然男人面对诱惑啊，偶尔会忍不住哈，可是我相信我的阿天绝对不会这样子啦，哈，对不对？对啦，阿田又没有真的劈腿，那个女生是自己来缠着他的，你不要再为难他了啦。你们刚刚都没有听出来吗？我一直被嫌弃耶。人难免有缺点嘛。我脾气坏，又是工作狂，可是有个人呐，都不会检讨自己，摆明就是有了新欢就忘了旧爱。范元叔啊，我问你，是不是2个人在一起相处的这么痛苦，还是早一点趁早看清算了？啊？这个不要问我，我离过婚呢。你问阿兰姐。问我也不准，我也离过婚啊。所以你们2个都是离过婚的前辈，那你们是不是觉得相爱容易相处难？说的对极了。对我来说，若是没有遇到合适的人，宁可单身一辈子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会把我以前说过关于未来、关于结婚的事情全部都忘光。阿天哪，你不要误会啦，他没有那个意思，你不要冲动啦。对啊，不要冲动啦。如果关系不合就分手嘛。分就分。谁怕谁？哎，方宇，方姨啊，方姨啊。按样个诗哦，有人讲啊，清官难断家务事，含迄哦莫插较好。哎呦，俺都没好意啊。哎呦，说不定过2天他们就和好啦。谈恋爱谁没吵过架？哎，你都没有看到他们昨天2个吵得很凶呢。哎呦，你不要担心那么多啦。倒是英英啊，英英跟男朋友现在怎么样啊？英英，我们家的英英。对呀，她昨天穿得很漂亮，来我们这边弄头发。哎，淑慧啊，哎，你今天的头发是打算要怎么样？哦，剪刘海是不是？怪唔得咯，臭逼进来，成日拿下当嘢咧索菲讲我卖衫夫，张妈睇天，俺妈伊讲，佢读书严重啊，跳那么柳暗床，你下堂就按样讲，来想起来咧，你还叫我当去读书出发种呢？我老记讲，迄爱讲嘅。做唔得啦，做唔得，今日啊，争去大西天，做唔得交男朋友啦，你伫个现在骂啥嘛？唔知啊。唉，我就怕他年纪小哦，被人家欺负怎么办啊？不行啊，我现在要去学校接他，看他到底跟谁在交往啊！阿姨，你不要冲动啊！要是你让依依在同学前面没面子，依依的个性绝对跟你唱反调。可是他瞒着我交男朋友就是不对啊！你如果骂他的话，只是把他越往外面推。你好好的跟他说，搞不好他有事情还会找你商量。英英很善良的，你只要有耐心跟他说，告诉他你的担心，他会听的。嘿呀！你这样说好像也对啦。阿兰姨，你就回去好好跟英英沟通一下，也可以叫那个男生来家里啊，说不定英英看上的那个是不错的男生呢。嘿呀！不管怎么说，我都不希望她现在交男朋友，她还是小孩子嘛。哎呦，
他不是小孩子，不小了，他有自己的想法了。其实我觉得哦，谈个恋爱没什么，最主要就不要受伤害，然后不要搞大肚子就好。嘿呀，我就是担心这个。哎呦，我跟你讲，你现在不要想那么多，你先回去，等他放学好好的跟他说。哎，这个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我要去民宿看一下慧玉他们，今天有新娘拍照，我陪你走一段啊。好好，走走走。哎，头脑冇总好，刷刷来啊。哦，快点吧，别想那么多啊。依依，那 BB 本大人啦。我带你个，我做乜啊？嘿，我的囝啊，那阿俊约会的时间，去万一兽性大发，想会对你有满意，你就得。我那有安讲啊，唔是少啦。我有看天时呢，恋爱专家讲哦，不管係誰來還是誰妹，只要談戀愛，智商都會變低哦。我是較會生意啦，冇上玩到。好啦，哎，你看，我嚟做，要這樣冇？動價。不過我茶比衰冇衰唔好，懂飯少呢。少乜㗎？你看，我茶比啊，上網查了東東，阿俊應該會喜歡的淑女特質。不過東東我都做唔到啊！你看，你要看。待人温柔体贴，说话轻声细语，不能骂脏话，坐椅子不能翘脚，不吃有骨头的食物。你还有东南没？东南好冇？我都一靠翘脚看電視，還有食雞腳哦，可以一鬆快啲冇？雞腳錯好，我會動好食雞腳啦。係啊，笑的時候不能露出牙齒，喝湯不能有聲音。頭髮不能分叉，不能有頭皮屑，牙齒不能有菜渣，不能放屁。哦，这哪是淑女啊？你在走病吧？你真叫安用哦。我都想，我哪係安尼，都是得本阿俊高較中意藝術啦。便是你做細妹真叫安好哦。依依啦，阿妹，阿姨，哎，你做安喲？我现在我要同同學去了啊。男同學啊？跟你就我现在老。我呢要去美術館。臭啦，美術館動好啦，可以增加藝術氣息。美術館哦，美術館好啦，伊整改下。起準備好啦。看說我做到轉來哦。我知啦。啊，係啦，做對人嘅朋友啊，順勢帶進來食飯。哦，我知啦，我會叫進來食飯啦。好好，我先嚟了。好啦，拜拜。拜拜，拜拜。阿姨啊，我等下就喊我讓填送好嘞啦。哎，唔是啦，唔是啦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你這個向我做嘛去做啦。哎，秋哥，小倩，跟茵茵跟男朋友啊，你有熟識嗎？你兄弟的哦。哦，係認識啦，不過冇動手啦，記得好搞哦，當到朋友，欣欣以後的啦。冇想本茵茵太大壓力啦，唔過我要講佢多多嘅無正經嘅事來誒，唉，真生氣哦。阿姨，唔是小豌豆啦，我要留給公公咧啊，勸佢生好好讀書。係啊，出去講咩？佢乜解啊？做唔幫我啲，佢做唔啲啊，你做媽媽嘅生氣呢？唉，唔是小啦，我相信哦，過幾年茵茵就會去甲老公咧啦。唉，哎呦，做好啦。好啦，我讓填啦。走啊。
你还没去约比问个谁来去不？冇啦，人人都去看展览啊，展览看不了，都去吃点心，都准不看了。风雨，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。不要说抱歉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有数字啊，是哪哈？有继续看呢？那你我不要我白咩？你那都马上？那敏逢记啦。民风，你做的中亚妹呢？难搞啊！夜來來，兩腿過去，萬緣緣錯兩沙三沙五沙，來去天馬。看到是你我的風景，意外冇少一道，對面嘅生活意，仲為講你一笑打招呼。生本意，仲為講你一笑打招呼。對面嘅生本意，仲為講你一笑起點。